有抓抓。还好，今日是我来蒙古的第二天，今日早起差不多10点20分左右的时阵，我有看我的手机温度差不多是零下22度左右。窗仔拍开的时阵有淡薄仔冷，因为迄冷风嘛，会淡薄仔插。毋过大衣穿的出去外口的时阵，毋过袂感觉遐尼寒，因为台湾是冬冷，毋过则是大冷，所以着甲袂遐寒的感觉。今日早起因为11点的时阵，我甲一个老师有约，所以我着需要去学校交互伊物件安尼，所以我着昨昏阁有教我伫遮熟识一个俄罗斯，就是苏联的朋友，甲伊阁伊共恁房间的朋友做伙要去学校找迄个老师。今日就是我要甲因做伙出去的时阵，我着昨昏着想讲，安尼互因一寡台湾的糖仔好我着已经准备好摕安尼互因。行出去的时阵，拄仔好外口的保全甲看着我摕糖仔互因，伊着剩安尼，伊讲伊嘛袂，我着紧走转来，阁摕一寡糖仔互伊安尼。了后，阮着行路去学校迄个办公室，行路的话差不多3分至25分吧。对，反正入去就是因有替我问，因为我的蒙古话即摆都袂晓讲嘛，所以因着替我讲，因着有问讲迄个老师敢有伫个，结果其他的老师着甲因讲，迄个老师可能下晡2点才会来哦。结果我就想讲，毋是到要11点吗？为虾米2点才会到？所以阮着无睬伊阮着去附近的一个商场内底，先互我去领一寡钱，就讲即几工可能会买着啥物物件，是可能有要创我着先领一寡钱出来。领钱的时阵，因为隔壁拄仔有一间电信公司，所以因着有迄个免费的网络，我着紧写迄个写批互老师讲，我有去学校呢，为虾米无看着你安尼？迄个伊到11点半至11点35分的时阵，伊着传转来甲我讲，我即摆已经到学校毋过迄个时阵呢，阮已经行去搁另外一头的一间大间的商场，伫遐咧洗，想讲看有要买啥物物件无，所以阮是后来洗迄间商场洗，甲搁去学校搁找伊。去学校的时阵，因为迄个老师着教我讲英语嘛，伊着甲我讲，你是毋是要读蒙古话的课，搁要上韩国话的课？我着甲伊讲对，伊着问我要上啥物课要用听的要用讲的还是要写还是要读安尼，所以后来着讲了伊搁带我去楼顶找一个会晓讲中文的老师，毋过迄个第一摆去伫的时阵，迄个老师着无甲我讲啥，因为因两个搁讲的，搁带我落去我着想讲，到底是咧讲啥？因为迄个老师我去伫的时阵，楼顶迄个老师单甲我讲，请吃糖安尼，我着想讲安尼我着坐踮遮等恁讲了。你应该着会甲我翻译吧？结果无，伊迄办公室的老师着搁带我落去结果伊着写一张纸，叫我叫悄安尼，着写讲啥物我是啥物我为倒位来的我之前伫台湾的时阵读啥物科即摆来遮除了学蒙古话了搁想要读韩国话的课，安尼才会使迄种批着对伊叫我写英语搁写中文，毋过伊讲搁写一张蒙古话的，我袂晓嘛，所以伊着替我写，我只晓签名好。
伊去了后，佫叫我摕去楼顶佫摕一摆，互迄个会晓讲中文的迄个老师签名安尼。伊啊签了后，我着过倒去摕互迄个办公室的老师，伊着叫我讲紧去办一支电话号码，所以洪家的迄个朋友就是迄个俄罗斯迄个朋友伊的工人房间的朋友，阮着做伙，伊佫带我去电信局，去办电话号码。毋过到遐个时阵，因为遐个人拢袂晓讲英语，所以我只好伊着替我问替我讲，所以后来就是因为我嘛有敲电话互我蒙古的朋友，我嘛有互电话互迄个职员听，听了后，职员嘛有甲我讲，迄个洪家的朋友嘛有甲我讲，因为即摆我当有护照，所以袂当办电话号码，所以我只会当，迄个洪家的朋友先用伊的名替我办一个电话号码，了后等我摕着迄个居留证的时阵，甲来换名安尼就会使。所以下晡的时阵就是去办迄个电话号码。后来转来到宿舍的时阵，就毋知为虾米学校的迄个网络就歹去啊。结果我想讲，毋着互你较知，我今日去办电话号码，阁有迄网络通用，无我毋着规工拢倒顶遮，拢无手机通好看啊。对啊，所以今日的。今日的心情就是安尼。阁有中昼的时阵，因为阮去学校办代志嘛，办了后我着问迄个洪家的朋友讲，你腹肚会晓无？你要食啥无？伊着甲我讲附近有啥物。了后，阮着去食肯德基。肯德基遮的肯德基的选择无像台湾遐尼济，物件足少的，所以我着点一个套餐有一杯饮料有一个沙拉，阁一个汉堡，阁一个薯条安尼。迄个沙拉食起来的味啦，应该是高丽菜丝，掺一寡红菜头，阁麻油奶子安尼。薯条无介偌好食。毋过迄个套餐是无介偌贵啦，差不多130箍左右的台票，所以其实遮个物件价数其实袂遐贵，因为昨昏我嘛有去买物件，今日阁买即个套餐，阁有办手机仔号码，办手机仔号码伊迄是新户的迄种的。所以是一个月会当用即张卡，伊有送你网络，阁有送敲电话的钱，安尼加起来是15,000的中国钱，差不多是台票150箍左右，其实足俗的，遮个网络甲物件的价钱真正足俗的，所以我感觉袂歹。所以今日就先到遮，明仔载若是有新的，甲大家介绍，拜拜。